恩典铺展天路无边，主的名高举颂，赞不变，直到永恒与主相连。我走在光中，主引路，荆棘花花，旷野微服，荣耀如晨曦，又照我前途。主的光辉永世不顾。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新年恭喜！今天是年假的最后一天，也是我们约翰福音共读的第一天。今天我们要请洪满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愿你的话语成为真光，照亮我们的生命。当我们在黑暗困惑中，让我们可以看见盼望。通过今日的圣经共读，引导我们更加的认识你，也活出恩典与真理。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谢谢。我们约翰福音的共读总共有45天，那我要先花一点点的时间来分享约翰福音这一卷书。约翰福音跟另外3卷马太、马可、路加，这3卷叫做福类福音，也叫做共观福音，有很大的不同。因为福类福音主要在描述到耶稣的人性，包括他的出生，而约翰福音呢，只是描述耶稣的神性。那约翰福音提到耶稣他原本是神，所以称他是太初有道，并且降世为人，就是道成了肉身。那等一下我们也会特别来提到道这个字。约翰福音也强调耶稣他引领我们到真理生命的道路，也凡相信接受耶稣的人就能够得到永生。约翰福音的作者是门徒约翰，那他在圣灵的带领之下，生动的记载耶稣所行的7件神迹，以及记载耶稣亲口说出的7句的我是啊。那约翰福音的分段，那我们可以看到，从时间来看，1到12章是大约3年半的传道时间，讲到3次逾越节的这个过节的事情。那13到21章呢，是讲到耶稣在世上的最后7天，最后1周。那前面主要都是在巴勒斯坦，那后面呢就在犹大和加利利地区。那前面1到12章的主题呢，是叫你们信耶稣，讲到神子的来临跟敌对神子的事件。那后半段呢，13到21章讲到信耶稣得生命，讲到神子所赐的安慰，特别是13到17章是一段很长的耶稣的对话和教训。那18到21章最后结束呢，是讲到耶稣他的受死和复活。那关于这卷书的书名呢，约翰福音就是以作者。那我们会看到2个约翰，一开始是施洗约翰，但是最后完成这一卷书的是门徒约翰。约翰的意思就是神的恩赐，上帝的礼物。约翰福音的主题就是耶稣是神，是跟神是同等。那所以在约翰福音我们读到最后20章，倒数第2章20章的31节，会看到门徒约翰写下这句话，说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叫你们信了耶稣可以因耶稣的名得生命。所以这就是这卷书为什么门徒约翰要写下来的原因。虽然当时已经有马太、马可、路加这3卷福音书，但是约翰觉得有圣灵感动他，要继续再来把约翰福音写出来。那耶稣他自己也承认他是神，包括第1章、第8章、第10章、第14章，耶稣提到说
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第8章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耶稣。第10章说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第14章说人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所以耶稣他自己也承认他与神是是原为一啊，道就是神。那还有呢，在约翰福音也可以看到有许多人为耶稣做见证，不仅是人，包括圣父的见证第8章，圣灵的见证15章，圣经的见证第5章，圣徒的见证11章，圣公的见证第6章，还有圣仆的见证第1章，施洗约翰。那在约翰福音还有提到作者是使徒约翰，虽然他没有直接的署名，像保罗书信一开始就会说他是谁写的这卷书。但是呢，从13章看到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19章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在旁边，那还有这些的暗示，那包括在第1章讲到施洗这个门徒约翰是伯赛大人，那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的兄弟雅各，那他本来也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后来成为耶稣最爱的门徒。因为性情激烈，所以叫做半尼奇。半尼奇就是雷子，就是他的脾气像打雷一样。那他信主后变得温柔，13章23节，而且也是12使徒中活得最久，唯一寿终正寝到90岁左右。那门徒约翰呢，他有写了圣经当中有3卷书啊。第1卷是约翰福音，讲到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还有约翰书信，就是约翰1、2、3书啊。那讲到爱，那讲到彼此相爱。然后呢，这是我们去年读的。然后还有启示录讲到盼望，那也是我们今年年底要读的。所以约翰在这新约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他是耶稣所爱的门徒。那在约翰福音有7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有记载耶稣亲口说出7句我是。第6章我是生命的粮，第8章我是世界的光，第10章我是羊的门，第10章我是好牧人，第11章我是复活，第14章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第15章我是真葡萄树。所以这里有7句的我是，那每一个呢都是上帝的启示。那在耶稣被抓的时候，有人问说你是耶稣吗？他就回答说我是。结果抓他的人一听到我是这个字呢，就往后跌。可见耶稣讲出我是，就是像摩西在山上遇见荆棘被火焚烧，我就是我 I am who I am， 我就是自由拥有一样的 power， 一样的有力量。那这也是在其他福音书当中没有去提到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这卷书单独记载尼哥德慕，现在中文本翻成尼哥德慕，和本是尼哥底母3次，第3章、第7章、第19章，从问这个怎么样得到永生，然后到为耶稣做见证，到最后耶稣的埋葬。那这个尼哥德慕呢，只有在约翰福音出现，而且还出现了3次。然后呢，在第3也是记载了3次的逾越节，第2章、第6章、第11章。所以我们从读到11章的时候，这个耶稣的传道就已经过了3年了。那他因为过了3次的逾越节。然后呢，第4个特点就是这卷书也是详细记载耶稣在世最后的1周，从第12章一路到19章。第5个特点就是这卷书非常注重道，道就是本源，就是开始，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呢，道就是道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还有道就是真理，真理能够使人成圣，使门徒成圣，而你的道就是真理。那所以这是约翰福音的特点。那在约翰福音第6个特点也是注重主的名第3章说靠主名得救赎，第16章靠主名来祷告，第17章靠主名得保守，第17章靠主名得蒙爱，第20章靠主名得生命了。所以这个主的名在约翰福音当中也特别的强调。那这个特点就是这一卷书也注重圣灵，14章开始圣灵与信徒同在，圣灵指教信徒，15章圣灵见证耶稣，圣灵叫人16章圣灵叫人自责，圣灵引导真理，还有圣灵荣耀基督。所以在4卷福音书当中，也是约翰福音对圣灵描述的最多，而且也最贴切，那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那在这卷约翰福音的信息呢，就是主题就是约翰一书1章12到13节，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不是从情欲生，也不是从人意生，是从神生的。所以我们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也因为信耶稣都能够做神的儿女。所以怎么样做神的儿女，就是要接待耶稣，就是信他。然后呢，他就赐我们权柄，权柄有什么呢？包括我们可以住在神的家里，在祷告时候称神是父，阿爸父，还有我们可以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我们还可以胜过魔鬼的试探，我们还可以继承神的产业。所以在新约当中给我们这些的应许。那凭据呢，就是神的儿女呢，不是凭血气，不是靠着肉体，靠着情欲生下来，而是凭着信心，像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凭着情欲，是凭着委身，不是凭着仁义，是凭着神的旨意。好，那这是约翰福音的信息。那约翰福音这卷书呢，好简单的讲，就是约翰福音呢，是由约翰门徒，耶稣所爱的门徒所写下来关于耶稣所说过的话，以及耶稣是谁，并且呢，耶稣他永远看重那些爱耶稣的人。那这卷约翰福音呢，也包含了许多福音书所没有的故事，特别是拉撒路，还有尼哥德慕的故事，以及耶稣的生平、受难、受死和复活。特别强调提到3个门徒，是其他福音书没有提到，就是安德烈、腓力和多马。那这就是在约翰福音书当中独特的记载。那再让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书当中里面提到耶稣超越时空、时间和空间。在第4章、第5章、第16章，耶稣提到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时候将到，现在就是；时候将到，而且是已经到了。所以耶稣他能够把不同的时间连接起来。那他也超越空间。他对尼哥德慕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这句话很特别，就是他已经降下来，可是他还在天，所以他超越了时间，耶稣也超越了空间。那在7个神迹当中，这也是我们从今天开始的主日讲道连续7周的主题。那第一个就是迦拿的婚宴使水变为酒，第二是在加百农医治大臣之子，第5章讲到在毕士大池医治了瘫子，那在第6章讲到在加利利海喂饱了5000人，第6章讲到耶稣行走在加利利海上，第9章讲到在耶路撒冷医治生来瞎眼的，在11章讲到伯大尼使拉撒路复活。那这是约翰福音所记载的7件的神迹也显出耶稣的神性，超越了质量、空间、时间、数量、自然，超越宿命，超越死亡。好，我们今天要读的进度是第1章1到18节，我们要请洪满姐带我们来读第1章的1到18节。我们一起来读圣经。第1节，宇宙被造以前，道已经存在，道与上帝同在，道是上帝。第2节，在太初，道就与上帝同在。第3节，上帝借着他创造万有，在整个创造中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第4节，道就是生命的根源，这生命把光赐给人类。第5节，光照射黑暗，黑暗从没有胜过光。第6节，有一个人名叫约翰，是上帝所差遣的使者。第7节，他来为那光作证，为要使大家听见他的信息而信。第8节，他本身不是那光，而是要为光作证。第9节，那光是真光，来到世上照亮全人类。第10节，道在世上，上帝借着他创造世界，而世人竟不认识他。第11节，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第12节，然而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的人，他就赐给他们特权做上帝的儿女。第13节，这样的人不是由血统关系，不是由人的性欲，
也不是由男人的意愿生的，而是由上帝生的。第14节，道成为人，住在我们当中，充满着恩典和真理。我们看见了他的荣耀，这荣耀正是父亲的独子所当得的。第15节，约翰为他作证，呼喊说，关于他，我曾经说过，他在我以后来，却比我伟大，因为我出生以前，他已经存在。第16节，从他的丰盛里，我们领受了恩典，而且恩上加恩。第17节，上帝借着摩西颁布法律，但恩典和真理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第18节，没有人见过上帝，只有独子，就是跟父亲最亲密的那一位，把他启示出来。以上。谢谢。那在这一段当中，虽然只有18节啊，但是它的讯息非常的多啊。好，那在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几个部分来看。好，那1、2节呢是讲到宇宙被造以前，道已经存在，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神。在太初，道与上帝同在。好，那这个太初用到这个字呢，跟创世纪1章1节的起初呢，是新约的希腊文，用的是同一个字哦。虽然意思一个是指说整个世界的开始，好，那还有呢讲的整个宇宙的开始，好，那但是呢道就已经在那个地方，就是神呢超越这个世界宇宙万有的一切。那太初有道，那个有呢是指存在或是存有。好，道呢这个字的意思呢要稍微做解释，道就是指话，指语言。好，那在旧约当中，上帝用话创造天地，那道也代表上帝的旨意，好，天道，那跟律法是相通的，所以上帝的话可以代表神的能力和旨意。好，那特别我们在读申命记的时候，也只看到摩西在强调以色列百姓要谨守遵行上帝的话，就是上帝的语言或是上帝的法律。那到了新约呢，相信上帝的犹太人就会用道来代表神这个字。一方面是他们受到希腊哲学中的 logos 这个字。好，那这个 logos 这个字呢，有4个意思，一个是代表智慧或是理智，第二个呢 logos 也代表公义，第3个 logos 也代表言语和代表渊源，有4种的意义。那希腊的哲学家，他们在谈这个形上学的内容的时候呢，会用道 logos 来代表这个宇宙当中所蕴藏的智慧或奥秘。好，虽然和这个约翰福音所要提的道呢，是否是相同，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和见解，但是呢，这是让我们可以知道说，道这个东西呢，不是一个物质，也不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而是要去揣摩，要去体会。所以道呢这个字呢 logos， 它的原意就是语言或是话语，对犹太思想或是希腊思想，那代表的整个创造跟管理世界的能力还有智慧，就代表的神。那后来的诺斯底主义，约翰那个时代所遇见的诺斯底主义呢，他们也把神称为道，因为他们也相信神是一个看不见没有物质形体的。那太初有道表示说，在时间开始以前，开始有时间，有日出，有日落，有春夏秋冬，太阳星辰被创造出来之前呢，道就已经存在。而这个有呢的原文是未完成的时态，表示这个道呢，它一直没有受到时间的约束。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跟神是画上等于的，是同等的。但本质上是与神相通，与神相同。所以在一开始的2节呢，就提到了道的先存性，就是道呢，它是高过于世界的，而且与神同在，彼此有关系又不互相混淆，所以在本质上跟与神是相同。所以光第1节、第2节是这个门徒约翰写的约翰福音呢，就已经可以打趴许多的这些的异端，因为异端呢，会把神形象化、物质化、世俗化，用这个太阳星辰月亮宇宙当中的万物，把神框在那个地方。
可是呢，在约翰福音一开头就讲到神就是道，道就是神，而且不受到整个宇宙万物的约束。第3到第4节呢，讲到神借着道，这个它是指这个道创造万有，在整个创造中没有一样不是借着道所造的。而道的生命呢，根源，道就是生命的根源。这生命把光赐给人类，光照射黑暗，黑暗从没有胜过光哦。所以在这个约翰呢，他讲到的这个生命呢，包括肉体的生命、属灵的永生的生命，或是2个加起来，不论是肉体或是属灵，所有的生命呢，在约翰福音呢，这个字出现36次，比其他新约经卷呢，出现最多也不过17次，还要 double， 可见呢，这个约翰福音非常看重强调生命这个字。那这个道就是生命的根源，所以宇宙万物呢，也是从道而出，生命的起头也是从这个道而出，从这个 logos， 就是从上帝的话，上帝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这样出来的。所以这个生命把光赐给人类，所以这个光呢，不仅是物质界的光，也是超自然的光。就算是一个眼瞎没有办法看见的人，但是他有神的光，有神的话呢，在这个约翰福音的7个神迹当中，就有医好那个生来瞎眼的。这个天生的瞎眼从来没有看见光，可是因为神的话就能够进入超自然的光，让他可以看见，不仅心里面看见，后来他的肉体的眼睛也可以看见。但是呢，光照射黑暗，那黑暗没有胜过光啊。或是说和本说黑暗没有接受光，那个接受呢，在现在和本是翻成接受，不过呢，它的意思就是胜过，所以现在中文译本呢说黑暗没有胜过光。那其实我们用手电筒照向黑暗当中，那个黑暗没有办法反射出光，因为黑暗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办法胜过。所以在这里3、4、5节提到了道跟创造，还有呢第4节、第5节道跟生命。所以这个道呢，太初有道的道，是整个宇宙我们要看重，所以要好好认识的。有时候我们读约翰福音太快，一下子就把前面读过去，就忘记了这个道的重要性，也就是上帝的话。那再来是第6节到第8节，讲到的是施洗约翰。那这个约翰不是门徒约翰，是施洗约翰，是上帝所差的使者，要为这个光，这个光呢就是生命的根源，就是道，来做见证，使大家能够听施洗约翰的信息而相信道。那他呢，因为这些呢，我们就是要把这个按照这个意思来做区分。第8节的他，施洗约翰本身不是那光，是要为光做见证哦。所以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个光是谁呢？第9到第11节就是介绍这个光，就是这个道，就是太初有道的这位神。那光是真光，不是人的光，不是物质界的光，不是火的光，是来到世上要照亮全人类。道在世上，上帝借着他创造世界。所以现在这个光呢，变成一个人，道成肉身。所以借着他创造世界，而世人竟不认识他。这个世界这么伟大，设计的这么精巧，可是世上人居然不认识这个真光。他指的就是这个道来到自己的地方，因为这个世界是借着他创造的。可是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那么知道这个他呢，所指的就是指耶稣啊。施洗约翰要为耶稣做见证。那第9节说，这个光呢，照亮全人类，只有照亮特殊的族群或是特殊的分子，也不是只有给以色列人、希伯来人，是给全世界所有的人，普世性。而这个世界呢，也指着宇宙，也指着地球，也指着地球上的人，多数的人，那甚至是抵挡神的人。那所以在第10节当中有提到3个世界，道在世上，上帝借着他创造世界，而世人竟不认识他。所以在现代中译本呢，同样这个字呢，却有3个翻译：世上、世界、世人。所以可见这个字呢，有时候是用在意思当中，要看它的上下文来决定。
好，那但是呢，提到说耶稣来到自己的地方，好，就是来到自己的国，好，这个是他应该是他的家园，他所造的。可是自己的同胞呢，却不接受他。好，自己的人呢，自己的同胞呢，甚至指的不是只有指地球人，而是更是指这些以色列人呢。好，所以在约翰福音、马太、马可、路加4卷福音书都让我们看到耶稣在当时，好，他们受到不是并没有非常受到犹太人好的这些上帝子民亚伯拉罕后裔的接受接纳。那第12节好跟13节好也是整卷约翰福音的金句好，然而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的人，他就赐给他们特权做上帝的儿女。这样的人不是由血统关系，也不是由人的性欲，也不是由男人的意愿生的，而是由上帝生的。所以信他名的人，好，所以这个在现代中文译本当中，信他名的名呢已经被拿掉了，就是相信耶稣的人，好，相信耶稣的本质，相信耶稣的特征和人格，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相信耶稣就是神的人呢，好，那神就赐给我们权柄，好，那现在中文译本翻成特权，就是让我们有能力做神的儿女。这样的神的儿女呢，不是从爸爸妈妈的肚子生下来，也不是由男人丈夫的意愿生下来，是来自于接受耶稣跟相信耶稣这件事情。好，那14到15节，道成为人，好，那也和本翻成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满恩典和真理。所以这个道呢，好，让我们今天可以看见太初的道，到今天在今天可以亲眼看见这个道成为人的样式，这是代表着恩典，这也是代表着真理。而我们这里的我们呢，是复数，就是包括写这卷书的门徒约翰，以及刚才前面第6节提到的施洗约翰。还有在这卷书当中，总共有7个见证人包括施洗约翰、拿但业、耶稣、彼得、马太、多马，还有门徒约翰，是这卷书特别安排的7个见证人。我们看见了耶稣的荣耀，这荣耀正是父亲的独子。那在和合本翻成独生子那这个独子的意思呢，并不是指唯一的儿子，并不是只有指唯一的儿子。独子的意思呢，是指特殊的儿子。譬如说，以撒是不是亚伯拉罕的独子？看起来是，可是后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又生了好几个儿子，所以以撒已经不再是独子。好，那但是呢，他是这个字可以指特殊的儿子。那约翰为这个约翰，就是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呼喊着说，关于耶稣，施洗约翰曾说，耶稣在我以后来，却比我伟大，因为施洗约翰出生以前，耶稣已经存在。好，那这句话可见，施洗约翰明明比耶稣早6个月出生，可是施洗约翰他明白道，明白上帝的话，所以他知道，在他出生以前，其实这个道已经存在。那16节到17节，从他的丰盛里，这个他是指耶稣，就是这个道成肉身的道。从耶稣的丰盛里，我们都领受了恩典。所以这是门徒约翰所写的见证，而且在这恩典上加恩典。好，恩上加恩，它原文的意思就是恩典替代了恩典。上帝用一个恩典用来替代前面的恩典，表示这个恩典是源源不绝不断的流出。17节，上帝借着摩西颁布律法，但恩典和真理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所以律法、恩典、真理这3个呢，并没有互相的抵触。我们读的申命记是律法，可是从律法当中是要让我们看到恩典，是要让我们看到真理，不是用律法看到这个犯法，然后要判死刑，不是要辖制人。最后18节，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独子，独子就是特殊的儿子，就是耶稣，也就是父亲最亲密的那一位，把神启示出来。所以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就是要把神启示出来。好，所以今天这一段经文我们做一个整理，这是一个约翰福音的序言。1、2节讲到太初有道，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3到5节讲到万物是借着道而造，生命在道的里面，生命就是人的光。6到8节讲到有一个人是施洗约翰，为这个光来做见证。9到11节，耶稣是真光，光来到世间，属于
他的人，属于他国度的人却不接待他，特别是犹太人。12到13节，接受光、信光之名的人，就有权柄做神的儿女。14到15节，道成肉身住在人中间，充满恩典真理。而作者和施洗约翰，门徒约翰、施洗约翰都是道的见证人。16到17，我们领受了他的丰盛，就是耶稣的丰盛的生命，恩上加恩，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而出。18，没有人看过神，天上的父，只有耶稣基督唯一的独子能够把神表明出来。好，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第一段。好，也盼望我们能够抓住第一段的这一段的信息，好，帮助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更能够清楚和明白整个写作的目的。今天的金句是1章14节，道成为人，住在我们当中，充满着恩典和真理。我们看见了他的荣耀，这荣耀正是父亲的独子所当得的。在今天的这个感受，耶稣是神的儿子，虽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明白，但透过见证人亲身领受的恩典与真理，使在黑暗中的我们受到道成肉身的真光照耀。今天是春节的最后一天，也是主日，透过主日的敬拜，能够让我们做好收心操、充饱电，来迎接新的学期，还有一整年的工作的挑战。今日我们要祈祷约翰福音共读的第一天，也求主帮助我们在这45天的操练，我们都能够领受恩典，恩上加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带领我们在农历年节当中出入平安，也让我们能够将要开工的时刻，我们能够和约翰福音，透过约翰福音的共读，一起来认识这一位太初就有的道，来认识这个道是真光，是生命的起源，也让我们能够透过道，透过耶稣基督来认识天上的父是何等的慈爱，能够认识恩典和真理，使我们能够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信上加信。我们也把今天的敬拜，把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带到主的面前，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牧师，谢谢。平安，平安，谢谢牧师，谢谢，谢谢牧师，平安，平安，牧师，谢谢你，平安，平安，谢谢牧师，平安。平安。